Zotac 近年為咗針對 HTPC 平台市場，推出咗多款產品，其中 ZBox Nano AD10 採用 AMD E350 APU 平台，體積僅為127×127×45mm，猶如手掌般嘅大小，方便用家安放喺家中任何嘅位置。Zotac ZBox Nano AD10 專為針對 HTPC 平台用戶市場而設，採用超迷你小巧設計，其外形高貴時尚，表面採用黑色鏡面設計，並以金屬面為邊，正面則係提供開關鍵、6-in-1 讀卡器以及耳機麥克風接口等。AD10 雖然體積小巧，但功能絕不遜色，採用 AMD E350 APU 雙核心處理器，內建繪圖核心可以支援 DirectX 11，亦都支援高畫質影片硬體加速能力，而且 AD10 支援安裝 2.5 寸硬碟，亦都備有一組 DDR3 記憶體模組接口。背板上仲提供咗兩組 USB 3.0 接口，令到用家可以連接儲存裝置作為高速讀取檔案，亦備有 eSATA 界面以及 HDMI 同埋 DisplayPort 顯示輸出界面，同時提供咗 LAN 接口，足以應付一般 HTPC 用家嘅需求。為咗配合 HTPC 用家組裝家庭影院時提供高質音效嘅表現， AD10 支援 7.1 聲道音效輸出以及多種音效技術，令到用家喺欣賞影音嘅時候得到逼真嘅音效表現。此外， AD10 更內置 WiFi 無線網絡模組，令到用家可以透過無線網絡下載影片，亦都可以作無線上網。隨機更附送遙控器、USB 紅外線接收器，令到用家安在家中操作 ZBox Nano AD10 更加方便。